只是我对 YouTube 无介绍，我顶礼拜才开始咧摸，无介绍。好，好。呀，若是只是录影会跳出来，应该是我想要重新录影就好。咱的屏幕灯开。我可能无法度灯开。用 YouTube， 因为我著爱按一个软体叫做什么 OB 什么 OBD 啊啥，都要有一个迄个 stream 的迄个 software 哦。了解。迄个这我嘛无熟悉。我无介绍，主要是我若要用迄，我都要用另外一只电脑。我即马用的这电脑嘛是公司的电脑，我袂使按软体。按家己的软体。对，变成爱用另外一只电脑。迄只电脑我久无用啊，啥无介绍。因为伫这 COVID-19 这两年，差不多拢伫厝诶，拢直接用公司的这电脑。我拢用这咧上班，系啊，大家拢会，安尼才有法度伫厝内上班。就变成家己的电脑，私人的电脑，足久就罕咧用。系啊，无来咱继续来读嘿。为134页新的迄段开始吼。好，大家众位哦，众位有一个爱，好。大家众位同胞，好，不幸顶面所讲的，若果然是咱的庄社人伫过日的现状，咱放互伊照即个生命去会用伫袂，断袂用伫，咱的确着想一项解救的法度。照我的愚见，即款歹境遇的原因，第一是在咱旧年教育无普及。第二全然是对病散的缘故。迄个病散应该是第三声病散的缘故。迄个病散。咱一般讲散车，吼。散车有听过，即个冰散就较无听过人安尼讲。因为可能直接用汉字，用即个汉字直接读册音，直接写冰散。了解，就是华语的贫穷。对，但是台语是即个散字吼，毋是穷吼，穷台语是用散嘿。是。散车迄个散嘿，散车了解。迄个冰。即个散有诶讲散用吼，有诶讲送香吼，所以其实即个散字伫即个厦门音和台湾的讲法无遐共吼。所以讲你的腔口是讲倒一个音？讲散车。我嘛是较接听散车即个词，散车加散车人。有诶讲散车。散车好，感觉嘛有听过。散车吼，伊都较无收厦门音，厦门音有送香、散用吼。你无分享你的画面吗？歹势，我几部无录着。OK。
这个所以我要安怎查才查会着呢？我感觉只有用高一字平 PIN 第5条去找第二点就首平就是散车的意思。嘿，对啊，啊，若是讲肯做伙的词就找无。哦，来，嘿，轻，轻轻嗯，轻轻，车，轻车哦，原来有轻车这个词，轻车。经经经车啊，经车，经车，我嘛毋捌安尼讲吼，经车。对啊，哦，大家拢用即个散字较侪啦吼，对啊，经散啊，来，好几啊，我讲，我毋是要查即个品，我是要查迄个意思，我是毋是？对啊，该水遮嘿，嗯，哦，散车，哦，散香，嘿，啊个送香，嗯，哦，这是我知影诶，无共诶讲法吼。如果是散车，OK。我知影就是这几种讲法吼，散车、散车、散香、送香、散用人嘛，会安尼讲。哦，好，啊，伫即只是讲冰散，冰散，好，所以讲全联是对冰散的缘故，歹习惯，歹习惯，甲无教育，这着慢慢来解决。好，了解。冰散是较快通解救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 OK，冰散 OK。大家众位同胞，不幸顶面所讲的，那果然是咱的庄社人伫过日的现状，咱放互伊照即个生命去会用伫袂，断袂用伫。拄则你头先用了吼，哦，用。对吼，嘿对，好好，咱读着去啊。咱的确着想一项解救的法度。照我的估计，即款歹境遇的原因，第一吼，拄则你读做原因第一吼，应该是第一吼，第一是在咱幼年教育无普及。第二，全然是对冰散的缘故，歹习惯甲无教育，这就慢慢来解决。冰散是较快通解救。好，后一段，后一页，好，咱的真社人，应该变调吼，这是真好，社人。嘿，真社人是真勤勉，搁在对家己一身的费用也是真强强迫。好，大概知影意思，啊，毋过我来找一个即个词，强我毋迫。捌听人咧讲咧，欠债啦，欠有听过？啊，强迫即个词欠，就一般是讲欠第七声分调欠。好强，嘿，较强。对，简朴欠嘿，朴简朴啦吼，我你有啦吼，应该是。是的确是强。诶，欠
华语发音这简谱吼，欠朴。好，欠朴。好，安尼是无分散的理由，毋过照实在大部分是真强，这是因为走漏的所在非常多。我也这个走漏，我毋知影意思。走漏，漏就是漏哦，有漏洞迄个漏吼。是走漏就是走路吼，走就是有走有比如讲走漏下。应该是讲可能是 loophole。是。啊，为什么讲有走漏，就是会讲会走漏甲散车的关联？我一时想袂。意思讲，恁大家都已经这样欠朴吼，就是赚的钱10块银欠，这拢欠起来吼，无开销去嘛，对。照理应该就好个啊，为什么恁这散价？对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绝对是有什么走漏的所在嘛吼。安尼了解好，这是因为走漏的所在非常多。走漏的路，走漏的路，恁家己请想看。伫遮我想看，好，请想看。伫遮我所毋爱讲的，爱变调，毋爱讲的，我毋爱讲的有真济。我简单讲几条较普通、较快解决的点。头这段结束啊，这段你感觉呢？我读一遍吼，咱的庄社人是真勤勉，搁再对家己一身的费用也是真欠朴。安尼是无分散的理由，毋过照实在大部分是真强，这是因为走漏的所在非常多，走漏的路恁家己请想看。而且我所毋爱讲的，有真济。我简单讲几条较普通、较快解决的点。好，后一段，头一项敬拜，应该敬拜神明的法度有大毋对，各人所信的神明，的确着爱敬拜，才应该。这不论倒路的人，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。咱也着安尼做，也着应该会变调，也着安尼做。毋过敬拜的方法，咱是大甲人无相像，无相像是第7条，无相像。咱的人为着神明开无意思的钱，是无当通去算。迄个无意思的钱形容较真好。好，咱所敬的神毋若一仙，是百仙，应该变调吼，百仙，百款，百种啊，有时咱好，对，是来变调，好是百仙嘿。所以今日有啥物说？今日有啥物说？明日着做啥物神？就是今日迄个说是啥物？今仔日是啥物？
什么什么生，什么什么生吼，就是讲这是什么意思？伫台语会安尼讲啊，今仔日七年嘛生，阮的 Q 卡讲生啦，我哦，就是讲西我袂西哦，了解惯去讲了解。生吼，会讲就是安尼了解意思吼，也台来语会安尼做洗讲礼还吼，是什么什么？哦，台语会安了尼讲，解了解。台语袂讲什么生日啦，讲今仔日七年嘛生，今仔日什么什么爷生，什么什么神生就对啦吼，就是伊的生日啦。了解新民的洗礼。对对对，啊，所以就讲啊，今仔日是什么什么生吼，哦，原来是嘿安尼，嗯原来是这个讲法，好好，这个好，所以今日有什么生，明日就做什么神，啊，迄个做什么神的意思，做什么神？这神就敬啊，拜祭吼，拜的祭拜，哦，了啊，但是解了解，为什么是嘿，今仔嘿，日生，祭，明仔再拜的？你也在拜，这是讲唔对，应该是嘿啊，赶快应该是讲一下。讲一日才对，好好对，好。嘿好，几月几月几月妈祖应该是这个吧？哦，对了，几月对，应该是看唔到哈。嗯几月妈祖要挂香，嘿，什么叫做挂香？挂香，咱查一下吼，挂香我所知影就是去祭拜，叫做挂香啦吼，进香啦，是安尼进香啦，嘿。哦，是，好，原来是安尼讲的，这个记起来。进香华语啦，但是台语会讲挂香吼。所以讲挂有去什么所在的意思？啊，毋是，就是迄我是毋是写条写毋对？第 H 第四条。是第四条。挂，挂香哦，是即个挂哩吼，毋是进香吼，是挂香吼。好，所以即个解说我个无讲介理解吼，我定来听挂香嘛的话，唔晓，就是讲早神上去北京庙求福灵，伊些就是我唔知影有即个风俗呢，我唔知影有即个关有啦，系。因定定诶，你若看一寡进香团吼，华语嘅进香，就是大家嘿，讲去挂香吼，定定是嘿比如讲我即间庙，我甲我诶神像嘿，甲请出来，然后嘿，早去另外一间庙去，咱敢若去哦，交流安去拜尼就对了。访安尼，嘿，对对原来对对对对，是安尼，嘿足嘿，这是趣味。这进香团就是安尼吼，挂香就是安尼吼。我之前听进香团即个词，我该叫是讲就是一般的百姓去庙内底进香，原来毋是即个意思。有的是安尼啊，但是有的是家是查己迄个有家己真庄相，内的庙嘿，神像会甲请嘿，出去哦，请出去佚巡啊，佗，对，去出巡新民去拜哦，访啊，带新民哦，原我毋来是知因安即个意思，怎讲吼，但是挂好，香就是拜访，呵，对，安尼所以了解，你若有机会，我感觉这应该足侪图会当相片会当看到，就是因一般拢会安尼做吼。看法度无吼。我看嘛要安怎查即种图咧？我较早定伫咧 Facebook 看阮一寡诶，阮庄卡阮一寡同窗啊，是因会去搭这去挂香的即个相片，但是我即临时要找可能找无吼。来是即个意思。我看一般因拢会甲神请出来，拢有神轿嘛吼，所以神轿头前拢有顶头，有即个即啥，这叫做动机吼。记是哇，看起来拢足老烈。当然有大有小，像阮咧庄头迄庙细细啊，所以就是顶头甲啥拢毋是讲介大顶啊，但是就是上看该有诶拢有啦。哦，是。顶头有动机安尼去人庙，去人另外一间庙，就先踮遐，动机就踮遐扑咧啊，
哦迄啥，神桥的三嘿嘿入三出的款啊，就哦，嘿无嘿，你看迄跟神有，桥的人就三入三出，安尼先嘿是是是是往是，前冲啊，这个退啊，这个前冲啊，那参拜就对了。我哦，嘛无解清楚，原来是因我这个，我参加过吼，我是知好影的，好好我毋捌好好参加过。好，了解，安尼就老对练。对对对，来，原来这个是挂香好，嘿来哦了解，好，倒来这句，这月妈祖要挂香，后月王爷王爷要出巡，哦，了解啊，原来是咧讲这个，呵呵，对，较较较甜较较停，较停讲要普渡，是，较停是啥物？较较停甜就是烧停叫小但是等一个意思，对对对所以小等一个对对对，台语就是呃较停讲法。later，我嘛毋知要安怎讲，反正即个较甜小。等刷落来，两边嘿，对啊，即个词会无共用法吼，较甜吼，来学一个，因为即个是足口语的讲法啊，所以袂晓是真可惜。口语的讲法哇，哦，结果煞无，我看嘛，较甜 KHH 对，我无写毋对啊，系啊，第五声哟，我第五声无写这毋是啊，第四声，第四声，较停落来，我用这甜第五声无写，较甜吼，小等的是较甜，刷落来嘛是较甜，吼，是小等的刷落来，嘿，两边对，较甜，较停了解。所以讲，若是讲我较停，我等下爱去饲鸟啊，嘛是会使讲，我较停要饲鸟去饲鸟啊，敢是安尼？较停，袂安尼讲。一般较甜要安怎讲，就是伊是 adverb 哦，啊，所所以讲你以敢会使互我一个例子？那我会安尼讲，较甜我要来去饲鸟啊，较停，我要来去饲鸟啊，了嘿，解，较了甜我才，解这个 还 adverb 是讲较的意思，甜我才饲鸟吼，较甜。我再去饲鸟，较停较甜，了解，我会去饲猫，就是较当然，这个当然嘛是会当讲，我较甜要去饲猫嘛是安尼讲，嘛是会使啦，嘛是会用的。我较甜要去饲猫嘛是会用的，对啦，安尼会使啦。所以只要是你甲当做一个 adverb 来使用，就会使吼。较甜要安怎？较甜要创啥？较甜就是相反嘛，英语嘛是会当安尼用，就是你甲伊放伫咧一句的即个头加一个 comma 安尼，你会使用即种用法。你嘛会使加伫咧即句的中央内底，放伫咧动词的头前后壁。我看嘛，后壁是英语会使啦，台语敢袂使？台语较袂用啦，台语要放喺头前啦吼。是，我较停在遮，我较停在安怎，就是我小等的在安怎，吼。了解。是讲这敢是真数上的哦，用法，对啊，这是真数常用的啊，所以我才讲你爱晓。好，了解，较停。比如讲即只，讲较停讲要普渡，头前讲一寡例嘛吼，较停讲要，拄只头前讲即你要做这要做迄，较停再讲要安怎吼？要普渡是较就是停。讲这讲煞了，佮讲一句讲要普渡，就是即个。是，较停讲要普渡，就是刷落来啦，吼，就是刷落来。是，好，无一点，无一点仔久，了解，无一点仔久，又着爱做酒，了解做酒好。搁在一年间所爱做的祭神，毋知几摆，好，迄个祭神，敢是祭？毋过祭倒是第5条，即个是第7条祭神。祭是祭吼，最是最祭的祭吼。继承你若是汉字，就是
忌神。哦，哦，了解了，原来是这个忌。嘿，好，了解了解。哦，所以讲忌神甲迄个做什么生是直接查就对啊，讲忌神吼，忌。忌是第七声吼，忌神忌日叫做忌神。啊，了解讲做忌，就是做忌神。了解，是最忌，安尼台语了解。袂讲日，会讲神吼，时间就对啦，忌神。忌神，嘿，了解。好，到歹势你拄国则要问嘿，啥，我都袂记。我刚才你已经回答迄个哦，忌，哦，对，忌你已嘿，经嘿，对，就是你讲的迄个意思。嘿好，好，爱做的忌神，毋知几摆，神都肾不精。诶，这个所以个肾头一个肾是弯掉吼，啊嘿，后一个爱变掉肾，就是肾不精。是，好，那论到起标舞，好增，等下我看觅，那论到起标舞增金啊，安尼了解啊，增金星，真金金星就是心，增金星，咁嘿，就是讲迄个不祥也是形象的对，迄个金星，好，是，安尼了解。嘿，所以讲起标舞甲增金星嘿，两个代志，好。是，顶顶所费的顶顶所费的钱，轻轻甲会惊人，惊人，惊人嘿，轻声，嘿，轻轻甲会人，嘿，惊人好是，了解。啊，迄个轻轻我爱来记一个轻轻轻，真吼，就是轻实轻，actually，哦，是轻轻 actually 嘿，实还在际上讲轻实，嘿，轻实嘿，安尼好，用即个词来查好，好，有轻轻轻甲轻真吼。拢有收轻实。调查实情实际所在，就是我拄则讲 actually 吼，竞争是安尼，竞争无影，呢还是讲竞实吼？是嘿，有好会惊人。好嘿，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。好，头一项敬拜神明的法度有大毋对，各人所信的神明的确着爱敬拜，才应该。这不论倒落的人，就是一样。嗯咱也着安尼做，毋嗯过敬拜的方法，咱是大甲人无相像，嗯咱的人，就是嗯，就是爱着啊啥，我为着神对，明，为着神明开无意思的钱是无当通无当通去算。咱所敬的神，那一仙是百仙，所以今日有什么生，明日就这什么神。这是意思是讲，今仔日有啥物生，啊，就爱嘿拜啥物神嘛，吼，明仔日就嘿嘿，有啥物神明仔日是爱祭吼。拜另外一个神，嘿对对，是，嘿7月妈祖要挂香，后月王爷要出巡，哦，较停个讲要普渡，嗯无一点仔久，又着爱做节，搁在一年间所爱做的祭神，毋知几摆，嗯算不尽。若论到起庙宇装金身，等等所费的钱，嗯轻真敢会惊人，嗯，一直到即嘛，阁是安尼。
系啊系啊，你看阮庄卡人吼，迄有少欠的吼，但是讲到要起庙咯，装金身要关什么灵条啦，哦是有啊，哦，迄有是足敢有有，出的吼，啊，佮有迄个爱嘿，点什么点光明灯无？嘿，灯吼，顶顶是嘿，光明灯，也是嘿。爱做什么什么对啊，对，灯笼？迄拢足敢嘿，出的。为什物？因为伊认为讲，迄利益家己身躯我做，今仔日做功德伫我遮吼，所以大家足敢开。啊，所以庙就好个啊，这哦，啊，真正是安尼。系啊，好，好，还后一段吼，咱继续。好，现今敢若在台湾，简在咱单台湾，灾难，嘿，敢若在哦，咱啊，歹势，这毋免我是连变调了吼，起来吼。简单哦，灾难，诶，在咱迄个，因为后壁有讲咱台湾人啊，也是爱分开较分掉咱台湾人。毋是，伊是现今简单在咱台湾讲，哦，所以我想讲，咱甲台湾是连做伙，也是其实毋免连做伙。在咱台湾。咱台湾在咱台湾，也是在咱现台湾。今敢若在咱台湾讲，将近有2000人，哦，将近有2000人。嘿，嘿，我会拢变啦，我会规个拢连过去吼。现今简单在咱台湾讲，将嘿，近有2000人，每好好日拍拼吼，安尼。好。现今敢若在咱台湾讲，将近有两千人，每日拍拼做金纸，诶，做金纸，哎，无付，互人烧。哎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哎。金纸无付，互人烧。好，了解诶，意思。我是讲维护啦吼，那系啊，种维维护对啊，护。维护也是维，另外迄个词维护，有一个三个字的词，维维护护器啊，维维护护器，器，嘿，维护器，嘿，这个嘿，较听过，啊，毋过模糊是头一摆听嘿，用无，嘿，维护器，呵呵，模糊互人烧，好，大家大家为着生命的代志，感觉乱烧、乱闹、乱啉、乱食的所费，一年各人各口罩着爱偌济才有够。别所在的人，亲像咱拜神佛的是有，拜种种的草木神也是有。好，迄、个草木神，草木就是草木，草木嘛，草木。哦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嘿，好好，这个我记起来，草木，草木。啦吼，原来是草木。其实啊，我原来毋是里面的意思，若是去找代理店啊，代理店讲草木神，伫草木迄条内底例句有收讲草木神是一时流行的神，原来这个意思真趣味。草木，嘿，草木神行无久，诶，有看到无？错袂记，等下遐位。我是用草木两个字的词找，无加神，无加称号。哦，草甲木嘛，草木神，一时流行的神，草木神行无久。OK。哦，我知我嘛毋知，影是啥意思。嘿啊，我嘛毋知，头一摆听即个讲法，诶，趣味，草木神。草木神，嗯，OK。趣味吼，我本来想讲是拜什么拜树啊，就是啥物迄类草树啊，拢有，就是诶，那种动物甲植物拢诶，拢迄个神，
好，趣味好。我看下好，拜种种的草木神的也是有，总是无一搭有咱即款的开会，即款的开会，兼毋是生育的嘛？我看卖生育的嘛，好，所以这个生育，咱就是强的意思，会使强起来。生育，生育，嗯，生育，生育就是省约嘛，哈，育就是节约的育，省就是省节省的省，哈，生育，当然我是唔捌安尼讲哈，生育。那找无这个词，生伊可能家己做的哈，生育。了解。好，简单3年久，将所生育的钱寄点银行藏，且算看一口做毋知要一口罩，一口罩是一口罩，毋知要积偌济呢？好啊，拄好拄好一大山，你敢要来读一遍？现今简单在咱台湾讲，将近有2000人每日拍拼做金，做金纸无付互人烧，大家为着神明的代志，简单乱烧乱闹、乱啉乱食的所费，一年各人各口罩就爱偌济才有够。别所在的人，亲像咱拜神不的是有，拜种种的草木神也是有，总是无一搭有咱即款的开会，即款的开会兼毋是会生育的吗？简单3年久，将所生育的钱寄点银行藏，请算看，一口罩毋知要积偌济呢？好，继续吼。是。后一段后一页。好，为着管了解，为着管分松者，管分松者，分松者了解啊？迄个管是什么意思？管我伫想可能是惯例啊，成人惯例。迄个管好，就古早的，就古早的，好。因为婚丧祭嘛，这拢人生大事嘛，结婚人惯例我咧想啦，应该是，等下再查看觅。咱个读落好，为着管婚丧祭，咱聘8个，毋是8个，这第4、第8条拢会好，安尼好。咱聘8个的人，加开的钱也是非常，会的确有影是安尼好。论嫁娶的代志，老实是做人一生的大事，也丧事的这却也是认情的礼数。了解，是做子孙的人所毋敢落错的本分。了解。毋过若照现时的风俗看，实在拢是收形式，了解，收形式较济，拢
无拢无拢无有，歹势，拢无有啥物实心。了解。原来人的见闻愈重，如重心愈重，见闻如见重，闻愈重。见闻越长。哦，迄个重是重的意思。呵呵，安尼就了解好。原来人的见闻愈重，心窍就愈开。即号定情风俗，的确着甲时代平平开换该开改换啊，平平改换进步才是。好，了解意思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为着管分爽济，咱平北国的人家开的钱也是非常。论计算的代志，老实是做人一生的大事。也丧事祭祀，这却也是人情的礼数，是做子孙的人所毋敢落错的本分。毋过，若照现实的风俗看，实在拢是守形式较济，拢无有啥物实心。原来人的见闻愈重，心跳就愈开。即号人情风俗，的确着甲时代平平改换进步才是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好，在早，原来有即个说在早就是进前古早经过。对，嘿，好，对，在早，嘿，这定定会安尼讲吼，在早就是要讲起较早的故事，较早的代志会安尼讲啦吼，在早，我怕写毋着吼。好，在第七声，在早以前古早安尼吼，所以就是若要开始讲故事，就会安尼讲。了解。就咱敢若华语讲从前安嘛，是，很久很久以前了呢吼。对。哦，好，继续吼。在早，咱的前代的后人，敢毋是有教咱着不时做心想的人嘛？心想是啥物？毋知呢做心想，心想迄啊，做啥物？我毋知。心想的人，毋知是啥物款的人。心，心想就是这两个汉字吼。好，外观是新的吼，迄边，迄边新想的服饰有迄边的服饰犹阁新想，犹阁新想，好，新想，做一个新想的人，好。等下我查一下这个原文。倒位啊？我无看。遮。好，新阿拉想。西，哦，达拉西是。我要看一个迄安诺边18嘿18路哟，这个我是看无18路，no，我
所以讲迄哇，个马达阿达拉西就是哦，OK，就迄个西巴努，就是迄边啦，嘿，迄哦是支区就是哦，这确实就是讲是迄边的意思，嘿，就是巴语，伫个舞台剧叫做支剧啦，没呵呵了解， 18亿啊，18亿啦，哈，歹势是18亿啦，是巴语，好， play drama 就是18亿。好，啊，所以迄边诶复习还个新秀，就是迄边戏啊，我嘛毋知伊即个迄边到底是去讲啥，是迄边戏还是迄团迄个戏团？哦，拢有可能吼，我毋好，知你讲对一个，有可能是迄边戏啦，就是那一出戏安尼啦，就是他现在在演的那一出戏哦，迄边安尼。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了解，好，所以讲欣赏，嘿，做欣赏的人嘛，好，好，总是可惜咱同胞的中间犹久袂通晓悟自身。这个应该爱变调，也是读本调，晓悟也是晓悟自身，应该等下哦，自变调吼。身是你讲啥？都要先知影这个意思。要顾嗯，会通自敢是家，身，敢毋是就是家己的意思，自身，系啊，家己本身总是可惜晓悟。咱同胞的中间，嗯，食乌粉啉烧酒。OK，所以这自身就是家己嘿，晓悟自身，就是变成是受词嘛。自身是受词，晓悟是动词，爱连起来讲。好，连起来讲。嘿啊，后壁迄个也未读到啊。啊，原来学分是讲阿片吼，乌粉哦，乌粉可能是我嘛毋知咧，我毋捌听人讲过。我就是毋知影学分，啊，毋过去代理店找，才知影是学分是阿片。对，对啊，应该是，因为我毋捌听听过人讲。对，学分哦，鸦片对，的书呢，若是因为鸦用片学分，嘿，鸦片是乌色的，无对，哦，鸦片膏无怪是乌色的，骗过。无对，嘿，是，啊，就嘿啊，若是后壁加迄个加一个称号去找，就有真侪学分阿片的书，学分吹，学分研，学分哦，就这个呀，哦，搁有学分友，就是斗阵食阿片的朋友，嘿，对啊，因为较早伫即个日这是本时代，真实还的。个伫日本时代，还个足侪人咧食鸦片粉，所以即个书吼，伫当阵应该是片吼，足接必用的。哎呀，搁即有学分嘛因为即嘛煎，都无人咧嘿，食，所以就你讲这就无听无啊，大家听无。乌粉吹、乌粉研、乌粉花、是乌粉即啥泡，学食鸦片的时分抛，阵将鸦片拄好混合，哦，拄好碰起来的物件叫做乌粉泡。哇，这啥物件我都毋知。乌粉油、乌粉精、嗯乌粉链。嗯，食鸦片的时，摕鸦片烘好的铁浆叫乌粉链，分练，乌粉乌粉泡啊、乌粉盘、乌粉屎、乌粉鲜、乌粉嗯，啊，这我哪念着我就想到阮阿祖就是伫个即个日本时代即个嗯，户口户口名簿顶头就是写有伫食鸦片粉的嘛，是，对哦，嘿，会注记即个我记迄写啥，敢若写阿里的款。啊，就是鸦片粉的。啊，是，即条好野人，毋是讲好野人，就算都要有钱通才食会起嘛。啊，你若这无钱是，就开始研。哦，搁较互你是是，搁较好野食，甲都送起来。嘿啊，
真正是。我去林家哦，台中毋是雾峰林家看，你来看，伊内底就会食食哦，迄个阿片有迄个阿片的名称，有，我去的时阵有看到，是，嘿，的确是因啉家着好野人，对啊。好，一般人是无家己面床食嘛，就是爱去迄个阿片间食嘛，乌粉间嘛，食阿片。食乌粉的店啦，应该是乌粉间，应该食阿片的店，应该毋是房间尔，是房间无毋对，但是一般是。应该就是用间来讲迄个店，所以讲迄个古早嘛是有迄个查某间。对嘛是对啊，所以我讲我无讲对，即翻译个毋对，是迄个店，讲你个翻唔对。你顶礼拜个翻译，甲翻译又改啊。嘿，伊就是讲迄个应该是迄个博士啉准药，伊用台语毋知影，你讲毋过英语就是真 responsive， 就是讲伊拢会去回应，拢会回。伊改的嘛是真紧就会改起来。对啊，就是嘿，真紧就会改。若是飘音啊，若是 spelling 有啥物讲唔对的，伊拢会去改安尼。这改水唔对去，应该是食阿片的即个番麦店嘛。是，嘿，好，好，拄则讲到倒位啊？讲到乌粉，是。好，等来，我嘛看拄则迄句，总是可惜咱的同胞的中间，要顾袂通晓悟自新，所以讲该变调晓悟自新，对，晓悟自新，嘿。因为我认为这个自新嘛，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就是这个，毋是家己的意思。嘿，就是这个，自新。对吼，这个自新。所以我都唔知伊是讲家己呢，还是讲这个。若是讲这个自新嘛，讲会通，而且两个词就无一定爱变调。晓悟自新，而且我是感觉这个自新讲会较顺的，晓悟自新，就是改叫的意思。因为伊这段拢是讲爱改叫，吼。所以我唔知伊是到底是你讲家己，还是你讲另外一个。这个自新改叫自新。是改革自新，好，安尼讲好，晓悟自新，好，食乌粉，啉烧酒，带细姨，种种的歹习惯，拖拢袂通离的，拖离哦，原来脱离的脱啦吼。这只离毋是，这只离毋是离哦，这只是离吼。第七声，所以讲这个脱，敢爱读本调，也是爱读变调，脱离脱拢袂通离，应该是脱拢袂通离，脱拢袂通离吼。脱拢袂通离，好，脱拢袂通离的人是真济，嘿。得开始有影好，简单照顶面所讲，为着一般简单，但是我拢会变调，简单，但是为什么会简单，我都唔知呢。简单，嘿。变调，因为敢毋是因为简单后壁一定会接续一句，也是一个词，所以讲两个拢变调吼。拢会变调，拢简单。简单，好，了解。简单照顶面所讲，好，为着迎神敬不惯分松节所加开会的钱额，节跳起来，好，迄个节跳就是积蓄。是安尼哦，节跳，好，这个我记起来。这是汉语的读法吼。系啊，对，系啊，对。头一摆听到节跳，了解节跳淡薄啊，节跳记起来。
接触，就是这两个汉字的读法。接身躯边有积蓄淡薄，接触，好天就顺雨来娘。顺雨来娘，嘿，趁钱就接触。嘿，对，趁钱就积蓄吼，好，就是了解，怎就是样艺术？嘿积蓄。接触，接触。好，好，所加开会的钱额接触起来，将食的食的酒，将这的将这的酒，将这的酒要有通，互咱的囝儿读册使用。好，迄个头一句，迄个将这的酒要有通。等下吼，我读一下吼，简单照顶面所讲，为着迎神敬不管分丧祭所加开会的钱额积蓄起来，将这的就要有通，互咱的囝儿读册受用，互咱其他的拢了解，就是迄个酒将这，毋知是啥物意思。将这的将这的这些叫做这的。这的是这些啊，将这些嘿，对对后对，壁就讲就要将这的就要有通，就要敢就是就会使，对是好好，安尼这了解。些就可以怎么样？好，你把这个人存安起来，尼了解。这些就可以怎么样？是，安尼了解啊。将这的就要有通，互咱的囝儿读册受用。受用啊，读册受用。受用，但是这个受用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都看无啊。受用，毋知受用敢有啥物特别意思？受用，我都唔知受用这只。修身养性。对啊，但是这项修身养性为啥物爱开钱？我嘛是看无，但是对无你受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看无遐有。好啦，回去意思就是讲受用啊，那会开得钱啊呢？系啊，为啥物受用爱开钱？哦，都会受用嘛，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迄个汉字讲是收养、收养一个囝儿。啊嘛毋过应该不是。嘛是怪怪，无符合这修养身心这个修养我唔对啦，但是读册受用。嘿啊，为啥物讲受用应该是免开钱的代志才对啊？应该是意思是讲，互咱的囝儿通，就是讲，互咱即寡钱省起来，就会使来栽培囝儿嘛，吼，栽培读书的，栽培伊修身养性嘛。是，好，栽培的意思嘛。栽培啊，了解栽培，好，继续好，互咱的囝儿读册受用，互咱的囝儿吼，囝儿是，互咱的囝儿读册受用。我想讲你变调啦。系啊，安尼变调，嘿，好，囝儿读册。另外一种变调是囝儿变第二变第一，嘿是囝儿。OK，囝儿。好，我惯习我会变调啊，吼，囝儿，安尼嘛是袂歹。其实我较早拢足后转的啦，基本上转袂过来。就是讲，转迄个南部腔啦，我有知影，但是嘛，煞变到转袂啥过。好，袂要紧，安尼照你的腔口变调嘛是真好。好，咱的囝儿读册受用，互咱的厝内较有精力，大细较袂病痛，较会通欢喜过日。咱即个台湾是世
界中罕得有一个天然的宝库，了解宝库，咱现踮伫一个宝库内，就到即款的冰山艰苦，这实在是真正不合理。是好，好，这段你感觉会读一遍，这部分就结束啊。在早咱的前代的后人，兼毋是有教咱着不时做新想的人吗？总是可惜咱同胞的中间，犹久未通晓悟自身，食乌粉啉烧酒，带细姨，种种的歹习惯，脱拢未通离的人是真济。简单照顶面所讲，为着迎神敬不惯分爽济，所加开费的钱额积蓄起来，将这个就要有通，互咱的囝儿读册修养，互咱的厝内较有情理，大细较袂病痛，较会通欢喜过日。咱即个台湾是世界中罕得有一个天然的宝库，咱现踮伫即个宝库内，就到即款的冰山艰苦，这实在是真正不合理。好，过来要读即个诗一段哈，稍等下，我啉一个啊，摕一下水来啉一下。好，做你来。拄则迄个路影敢若真顺吼，中间无断去。recording。好，来继续。好，来迄个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，我来开一个档案。已经9:42分啊！我系啊，时间，歹势。袂，我拄则想讲你有知影，所以讲已经。无，我无注意到，我真正无注意时间啊，所以咱拄好甲一段读煞吼，过来就是清洁，咱后礼拜再过来读，安尼我即个 record 甲停起来 stop。